新生活，后学跟大家来分享君子时钟。后学讲到刚刚那个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的朋友，他跟后学说，他从台湾过去对岸做生意，他要被隔离14天。那么呢，再从对岸回到了台湾，还要再被隔离14天，等于他被关几天啊？28天。那后学就很好奇啊，说那请问一下，这28天你在做啥啊？他说没有啊，也没有事情啊，就无聊啊，看看书啊，滑滑手机。那后学就给他看这个影片，我说那你有没有把3合1份咖啡分成3个等份啊？这张影片是在我们中国大陆这边有前贤他们拿出来的影片。有没有看到？后学再移过去一点点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3合1咖啡，然后呢，因为隔离28天太无聊了，就把3合1咖啡分成了3个等份，把糖、奶精、咖啡给分开了，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哦。那后学就觉得，天哪，那这样子一个动作非常非常的有趣。那后学在问他说，那多隔离几天，请问一下，那你在做啥啊？那后学就又翻了一张影片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是一包泡面的调味包，它有7种口味。我说你这28天有没有把泡面的调味包分成7类啊？有没有啊？那么后学想跟大家分享，我们说隔离，他说就像坐牢一样被关起来，被关起来了。有一天呢，有一个人跟法师说，跟圣严法师说，法师啊，有一个人啊，他犯了一些过失，他要去坐牢。那么还好啦，就当作他是坐牢这1年是去修行啊。那法师说没有哦，他如果真正的解脱自在，他才叫做修行。如果他不能够真正解脱自在，坐牢就只是坐牢，坐牢就只是坐牢。因为坐牢分为心的坐牢跟身的坐牢。身体的坐牢很简单，我们把我们关在一个屋子里面，关在一个笼子里面，经过了一段时间，把我们放出来，是不是？那么这样放出来，我们身体得到了自在，但是我们的心呢，有没有被绑住？那么真正心自在的人，他不管走到哪里，即使被关紧闭14天、28天，他一样非常的自在，他一样的无碍，这才是真正的修行。那后学想问问各位同修，我们坐在这里是修行还是坐牢啊？我们的心真的自在了吗？真的自在了吗？所以我们可以反观我们自己，如何自在？我们有没有常看到这张照片、这一个影片啊？后学印象中，在疫情最严谨的时候，每次到了大概几点的时候会有这个直播的电视，有没有前贤知道？下午2点，对不对？那有没有前贤知道下午2点是什么时间？是什么时？等下是慈悲，下午2点是什么时？未时。11点到1点是午时，1点到3点是未时。在午未交替的时间，我们每天都要见到时钟部长。上天非常的爱护我们台湾的前贤，提醒我们在这三期末节午未交替的时候，必须时钟，是不是？必须保有自己这一份良心，保有这一份善良，才能够度过这个疫情的难关呢。有没有爱我们、疼我们？需不需要感恩？真的无限的感恩。后续每次在看这个直播影片，后续就想，上天怎么那么爱我们？我们是何德何能啊？所以每次看到时钟部长，后续的心里面真的从心里面开始告诉自己，我一定要去学习，一定要去努力，一定要去精进。所以君子时钟，时宇宙无限时间之力，指的是时间；钟大自然的运行法则，指的是空间。在无限的时间跟空间的运作之下，我们能不能保有我们自己？
时间不停在流，我们会分7月3号、7月4号、7月5号，时间是没有停止的。当我们说这一秒的时候，这一秒已经过去了，是不是？当我们说这1分钟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说这一个早上的时候，这个早上已经过去了2/3了。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不是同一个我，因为昨天那个我的细胞已经死了无数千万个，今天的我是重生的细胞。今天我的头发长出了0.01公分，今天我的血液流失了多少的比例？今天的我不是昨天的我，那么明天的我也不会是今天的我，因为我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们看看昨天的新闻，我们看看日本9州，我们看看缅甸，谁能保证什么时候你还有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？所以我们只能够君子时中，保有我们自己的每一分每一秒，谨慎在我们那一把剑放手的时候，我们放手的那一个刹那，我们是保有什么样的心？那个才是我们成败的关键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一次的疫情也给全世界的人一个很大很大的警惕跟反省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个影片。当疫情的关系，全世界按下了暂停键，万物得到了喘息，地球恢复了本来的干净。我们不禁要去思考，原来人类是这个地球上最大的病毒。原来所谓的新型冠状这个病毒，它是来保护地球的。科学讲这样，各位同学可以理解吗？因为我们危害了全宇宙，甚至于所有的动物、所有的植物，所以上天必须派下病毒来保护这个地球，提醒我们人类，我们人类不是地球上唯一的生物，我们必须环保，我们必须爱护这个地球，我们必须保护我们所生存的环境，才是真正的慈悲。原来我们才是那个疫情啊！所以呢，防疫新生活后续想跟大家来分享，各行各业一起来防疫新生活运动。首先，保持社
交距离。哎，时中部长讲一句话，或许觉得很有趣。他说：“爱有多深，然后嘞，距离就有多远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今天彼此都非常的相爱，所以距离都保持一个固定的距离。那么呢，还有呢，落实个人卫生，戴口罩，量体温。或许今天来到了圣堂，我们西医单位同修非常的慈悲，马上带了消毒水跟体温，量后学的体温，后学差点把双手举起来啊！每次到银行或是到邮局，都要被人家拿枪指着头，已经指得很习惯了。那么再来就是我们出入各个场所要常常洗手，保持自己的卫生，还有出入要采实名制，就像我们崇威理任跟美香理任所推行的，我们线上报名，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采行这个实名制，让我们每个班会、每个人流的管制都能够达到最棒，非常的用心。但是或许刚刚讲，真正的疫情不在外面的疫情，而是在我们内心的疫情。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圣堂所推制的疫情的指挥中心，什么样的疫情？什么叫做社交距离？我们来思考什么叫做社交距离。君子之交淡如水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并不是说君子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很淡薄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人跟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之中，没有任何利益，没有任何纠葛，没有任何名相权势，甚至于一些财物金钱的瓜葛，是非常真诚、干净、纯粹的交流。就像我们今天来道场中，以道为伴，志同道合，只有一个目标，没有第二个想法，这个叫做君子之交。我们看看，很多时候，我们所谓的好朋友，所谓的麻吉，可是经过了金钱跟合伙工作的洗礼之后，友情感情受到了考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道场中，我们说三亲：钱财亲、圣凡亲，还有嘞男女亲，就是不希望因为感情、因为名利、因为金钱而破坏了彼此的关系。这个是真正的君子之交。水喝起来没有味道，但是如果你问过所有的医生、所有的营养家，告诉我们，水是唯一里面对我们身体是最好的，是不是？所以社交距离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再来，个人的防护，斋庄中正，品格优。有形的病毒并不可怕，怎么会有形呢？病毒我们看不到啊，怎么会有形？我们拿显微镜来放大几万倍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？看得到病毒哦。我们看那些医生，他们用几万倍、几千倍的显微镜在看，是看得到病毒的。这个是有形的病毒，并不可怕。无形的病毒，那才可怕。无形的业力，那才可怕。我们只要不搭飞机、不搭船、不出国，我们做好防护，我们可能可以保护自己。可是业力随身不用搭飞机，业力随身跟戴口罩没有关系，因为那是我们每天每个辈子每个因缘都要面对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唯有保持自己的一股浩然正气，培养自己的品格，培养自己的德性，我们才有机会免疫，增强免疫力。第一，戴上口罩。各位同学有没有觉得戴上口罩话讲的比较少？因为对方也听不懂你在讲什么，我们讲的也不清不楚，干脆就怎样，谨守口戒，守住口业，成佛一半。第二，量体温。量的体温不是我们体温37度、38度还是36度，量我们的心火高不高，量我们的脾气大不大，量我们自己的无明火烧到第几层了，量看看我们的脾气毛病，我们自己为自己下一个注脚，我们的心啊，我们的温度啊，高不高啊？再来勤洗手。各位同学来佛堂要不要净手？要嘛，我们来佛堂，前贤大德也很慈悲，帮我们消毒嘛，把我们毒都消掉，把我们手上借由洗手的过程来体验我们身体的干净，
包括我们吃下去的每一件物品都要无愧于天地。我们吃下去的每一口食物都要能够干干净净，借由洗手的过程来引申我们身心灵的干净。所以以前的人如果做错事情要反省改恶向善，我们给他一个成语叫做金盆怎样洗手。所以我们想看看这一次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国家团队细微的部分，后学讲讲每一点都打动后学的心，让我们知道要求自己，约束自己。再来出路呢，我们循规蹈矩，潇洒的走。我们说采实名制，后学跟大家报告，我们出生就采实名制了，是不是？我们6万年以来就采实名制了。公修公德，婆修婆德，个人造业个人担，绝对不会跑掉，绝对不会记错名字。不管转变了千百个脸孔，不管轮回了多少世，都是采实名制。因为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唯有要求自己行住坐卧都能够保持如如不动的心，保持良心，我们才有办法潇洒的走。不然走到哪里都是死路，走到哪里都是窄路。这是后学想跟大家分享的防疫新生活。那么再来，后学跟大家来学习的是，简单就是一种修行。我们要怎么让自己能够慢慢找到自己？后学讲个故事。过去佛陀有一次带着他的弟子到森林里面去，那因为天气非常的热，然后呢，佛陀呢就跟他的大弟子阿难陀说：“阿难陀，你走回去大概3、4里路的地方，用我的钵去取一点水来给我喝。”那么这个阿难陀就很恭敬的拿了佛陀的这个钵他就回去，大概3、4里的地方有一个小溪流，他去取水。那么当他快接近这个小溪流的时候，刚好2、3台牛车经过，那溪水车子开过去，溪水会变得怎么样？浑浊嘛，本来很清澈的溪水，牛车开过去了，溪水变得很浑浊。阿难陀拿着这个钵，看看这个溪水不能喝啊，这个水不能喝，整个都是泥巴嘛，或者是树叶飘在上面，根本就不能喝。他就空手而回，他就拿回去。他跟佛陀说：“佛陀，刚才我回去的时候，因为溪水刚好几台牛车经过，溪水非常的污秽浑浊，所以水不能喝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再往前面走3、4里的地方，有一个大的河流，那个河流比较深，水也比较干净。我们往前走，我再取水给你喝。”佛陀静了一下，他告诉阿难陀：“你再走回去，一样在那一条溪水取水过来给我喝。”阿难陀这个时候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个问号：一样走3、4里路，一样是取水，而且那条河流比较大，水比较干净，为什么还要我走回去那个污秽的水呢？但是毕竟老师的话他不能不听啊，他还是乖乖的拿着钵走回去。但是他心里面告诉自己是说，溪水根本就不能喝了。在他走要回头走的过程，佛陀喊住他，他说：“阿难陀，如果你走到溪水的过程，如果溪水还是浑浊的，你不要回来，你在旁边等到溪水干净一点，你再取水来给我喝。”就阿难陀就走了，没有错，因为经过他来来去去的时间，水有没有比较干净了？那个树叶都已经飘走了嘛，那浑浊的泥沙，滚起来的泥沙也沉淀了，小石子都已经沉淀了，水比较干净了，但是还是有一点点脏哦。所以阿难陀就坐在了溪边，静静的看着河流，静静的看着这个水流从他的眼前流到最干净的过程，他觉悟了，他知道佛陀要告诉他什么了，所以他就赶快取了水回去。
去给佛陀，他告诉佛陀说：“佛陀，请喝水，感谢您教导我。”佛陀说：“你取水给我喝，是应该我跟你感谢才对呀。”他说：“不，当我回去的那个溪水，看到溪水是浑浊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头脑就像那个溪水一样，这么样的浑浊，没有干净。我想让我的头脑更干净，我在溪水里面踩呀踩，踩呀踩，不断的去追求我想要追求的干净，可是我没有办法回到真正的干净。唯有我离开溪水，离开我的头脑，离开我的执着，离开我的妄见，离开我的分别，我坐在旁边看着我的头脑，你在想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你为什么这样讲？你为什么这样说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问问我自己的头脑，我可以找到我本来的清澈，就像那个水一样，它沉淀了，它清澈了，我可以饮用这个智慧之水。所以简单是修行。佛陀在《楞严经》里面讲过这一段话，他说：“佛曰，决定成佛，譬如以尘扬于顺风，就像风吹尘一样，不断的吹，不断的吹，不断的吹，然后呢，尘土不见了。这个风代表什么？就是我们至诚的决心，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脾气，改变我们毛病，这样至诚的决心。刚才美香讲了一段。”说：“哎呀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倡环保的便当？有没有环保的碗筷自备嘛？”那后学在后面聆听的过程，有同学觉得好像有一点点不方便，有同学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的麻烦。但是美香讲师讲了一个 key word， 他说：“只要我们有决心，我们不怕做不到。”那一样，改变我们的脾气，改变我们的个性。看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，他必须要有至诚的决心，我们必须下这个功夫。尘土表示我们的习气毛病，顺风表示我们的决心，用我们真正的诚心来克服我们自己，唯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成就。在经典里面呢，佛陀请25位菩萨来讲述各个修行的法门。然后请文殊菩萨来谈谈这20位菩萨他们修行的法门，哪一个法门最适合我们？哪一个法门最适合末法的众生？文殊菩萨独尊观音法门，观音是修耳根圆通法门，对不对？从听思修入手嘛，听只有智慧。所以在道场里面，我们师尊老大人没有要我们参禅打坐，没有要我们念经或者是动静数流，唯一要求我们要学习听翻，学习听这件事情，耳朵打开听一听，用心听，我们智慧就产生出来了。可是我们为什么一样在修习这个法门，甚至于修了10世、20世、30世，可是我们到现在还这样子而已呢？后学的脾气还是没有改，后学的很多毛病还是没有完全清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总是听进去的都是烦恼，听进去的都是障碍。不像我们观音菩萨，他听的每一个声音，他会问问自己，是真的在听还是假的在听？听的这个声音本质是声音，它没有好坏，没有分别，没有对错。听的这个人在分辨，是真的人在分辨，还是假的人在分辨？问问自己。那后学做个比喻，如果有一天像我们婉仪贤贤，他现在住在外面，都住在公司附近，那偶尔才会回桃园一趟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婉仪同学的妈妈打电话来，哎，婉仪呀，你最近怎么都没有打电话回家呢？然后婉仪听到这个声音，妈妈给她的这个讯息的传达，她心里面生出来的是，我就工作很忙嘛，对不对？我就上班很累嘛，我就没有空啊，就心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1、2、3的想法会产生出来。但是其实后学想，妈妈打电话给女儿，她想表达的是，婉仪呀，妈妈好想你呀，是不是？这是所谓的弦外之音啊。但是我们总是听到表面文字的样式，
我们能够理解文字背后的弦外之音吗？如果能够理解，我们就在学修观音法门，就像我们听班一样的意思啊。我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开班、上课，甚至于同修之间互相的学习过程，我们有没有学习怎么听话？从听、看、说，慢慢的一点一点去要求自己。后学再做个比喻，后学的同修里面有一位同修，他讲话比较直接、大咧咧，但是他讲话的过程之中，他没有恶心，他只是很直率，讲话很直率。但是在直率的过程之中，没有包装，没有修饰，常常会去得罪了前贤大德。那有一次，有位前贤就来后学的身边，跟后学说：“淑美啊，后学在分服务工作的时候，可不可以不要跟这位前贤大德同一组啊？”那后学就觉得很奇怪啊，都是一样来服务嘛，一样来护持嘛，为什么要分呢？后学就问他说：“为什么你不想要跟这位前贤同一组？”他说：“因为他上次讲了一段话，让我非常的受伤，而且我心里面到现在还非常的不愉快，所以我觉得我面对他的时候，我的脸色、我的脾气不会太好。后学怕影响他人，所以后学希望避开这个尴尬。”后学想要这边能够理解吗？好，那后学跟他说：“哦，不是啦，骂你的人不是这个前贤啦。”他说：“是。”就是他当着我的面对我讲的话，我到现在每一个字我还记得很清楚。后学说，骂你的不是这个前贤，骂你的是那个无名，是那个无名在骂你。那个前贤是很善良的，但是他无名来了，所以无名在跟你对话。那你的无名也在跟他当好朋友啊，你们彼此的无名在当好朋友啊，所以你们才没办法同一组。我们有没有办法听到？也许当这个前贤在讲一句听起来不是很顺耳的话的过程，他的本心，他是什么样的情绪？也许他刚遭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，他是一个情绪的抒发，刚好这句话被我们听到了，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心田里面种下了根。所以简单的修行是把每一个声音、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我们所看到的，我们都能够经过我们的心田里面，好好的向中目标，我们才有办法得分。所以弘佛师尊老师慈悲，他说修心是要修回一颗我们每一个人都具备有的赤子之心，在复杂的环境里面保有一颗简单的心。那赤子之心，后学准备了一个影片，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影片。我们来看看，这是一群可爱的小孩子。这些孩子互相拥抱，他们没有言语，没有说话，但是他们非常愉快的在拥抱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多久没有跟我们的父母亲、跟我们的兄弟姐妹这样拥抱了？不用任何言语哦，不用任何讲话，就是真诚的拥抱。我们多久没有做到这样子一个动作了？我们可以思考一下，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保有我们简单的心。老师说，什么叫做简单的心？就是在我们的脸上看不到一些些的生气，在我们的心里面没有一点点的介意。我们为什么不生气？因为我们懂得感恩、包容，懂得反省跟忏悔。我们为什么不介意？
因为我们可以学习心量，学习宽容，原谅别人的不足，这个叫做简单的心。但是在不断物质的追求、功利的追求、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过程，这个简单的心一点一滴的流失了，流失了。佛陀说，出家的路比较好走，比较宽；在家修行的路比较难走，比较窄。可是我们今天都是在家修，为什么佛陀会这样讲？因为他说，因为我们在家修行的众弟子，我们的干扰比较多，我们可能要跟人家相处的过程，我们会有比较，会有计较，会有分别，会有贪求，这些都会导致我们不快乐，并不是说夫妻、父母、子女不好。也不是说追求财富啊、追求物质啊、追求这些名利不好，而是我们没有大智慧去处理这些东西，我们没有豁达的心胸可以去处理这些东西，我们会越处理越糟糕。后学做个比喻，我们这边有很多年轻的学子，大家适婚年龄到了，就想要追求一个另一半，想谈谈恋爱，感受一下谈恋爱的甜蜜跟谈恋爱的浪漫，对不对？那么后学想问问，当我们去追求这个甜蜜、追求这个浪漫的过程之中，我们必须去理解，有一天这个甜蜜跟浪漫消失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这个肩膀能够去接受甜蜜跟浪漫带过来的现实生活？也许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也许彼此的一个个性啊，或者是分享，或者是彼此的习惯不一样，有没有办法去接受？当我们拥有物质生活的时候，拥有一个钱财的时候，不容易得到的钱财的时候，我们得到了，我们有没有这个肩膀去告诉自己，有一天它会失去？要不要这样子告诉自己？有一天你的孩子不是你的，你的先生不是你的，你的太太也不是你的，你的房子、你的车子都只是暂时用，然后呢，你什么都没有。我们愿不愿意去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？因为有得必有失啊，有得必有失啊，有欢喜，它就会一定有悲伤啊，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，避免不了的。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个肩膀扛起来，并且把每一个面对的人事物都转成智慧，转成欢喜？后学做个分享，我们常常在台北市，因为车子很多，停车很不容易。后学的同事常常在外面，因为送货的关系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会不小心并排停车，或者是在黄线、红线不小心停了车。可是现在台湾的警察非常的尽忠职守，那这个什么达人啊，检举达人也非常的尽忠职守，所以呢，只要一不小心呢，后学就会领到一张罚单。那这张罚单可能1000块、2000块不等，但是每次领到这张罚单，后学的同事、后学的朋友都会跟后学讲说，又是一张罚单了，我今天的薪水没了，我今天的薪水没了，我今天工作送货的这些利润没了。然后呢，没了之后呢，如果我们今天丢了钱，我们会不会很难过？会不会很烦恼？会不会很伤心？他一整天心情都不好，一整天心情都不愉快，一整天他都在负面能量里面。后来后学都跟公司的同事分享，我说你看看这一张罚单，它是什么颜色的？什么色？所以你们都有得过罚单这一张就对了，红色的。那请问我们圣堂的感谢状是什么颜色的？红色的。一样是红色的2张纸，我们能不能把这张罚单变成感谢状？中华民国政府感谢你，你门口那一棵行道树是你种的，你马路上的那个柏油路是你花钱来铺的，因为你捐了1600块在里面啊。好像都笑了哈，没有刚刚的烦恼了哈。转个念，
钱不是我拥有的，让我用。但是一旦不让我用的时候，天地万物都在用啊。我们今天为什么来修行？先学布施波罗蜜，先学布施，就是把我们习惯执着拥有的心，把它布施出去，转个方向，转个念。来佛堂布施个1000块，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大家稍微努力一下，1000块 OK 的。但是丢掉了1000块，3天3夜睡不着觉啊！哎，转个念，睡得好快乐哦。仙佛有知道，睡得好快乐啊。修行不是这么艰难，修行是让我们从原本的执障转变成解脱、自在跟快乐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容易？因为我们习惯拥有，所以就变得不简单，不简单。有一位富翁跟法师说：“哎呀，法师，我现在非常的自在，我可以来跟你修行了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你这么自在？你不是有很多公司要打理吗？你不是有很多业务量要做吗？”他说：“不，我现在已经退休了，我把我的工作、我的财富、我的事业都交给我儿子打理，所以我现在是一个非常自由自在的人。”法师告诉他说：“你不自在，因为儿子是你的，是不是？我们还拥有这个儿子啊，那儿子万一工作失败了，我们还要回去再回来啊？哎呀，有没有自在？没有自在啊！所以，如何保有一颗简单的心？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学习，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之中，就像我们美香讲师、美香领任告诉我们的，从我们的物质生活开始减少，从我们接触的用品，包括衣服、包括吃、包括我们的出路，都开始怎样约束自己，简单就好。修行越来越进步，生活会越来越简单。生活会越来越单纯、越一致，因为它没有太多的起伏。当我们走进花花世界的菜市场里面，看到形形色色的商品，我们产生了分别，产生了贪求，产生了烦恼。可是各位同修，这些分别、贪求、烦恼是我们制造痛苦的来源啊！因为我们就要去追求我们要拥有一个50万的手表，有没有看过50万的手表？或许有认识一个朋友，他手上有好多这种几十万的手表，他说他是在收藏，他说他是在增值。那或许问他说：“请问一下，你这个50万的手表跟我这个500块的手表，中央标准时间不一样吗？有没有一样？一样的。但是因为追求那个价值。”因为追求衣服上的那一件 logo， 因为追求最新的一只手机、最新的一个电脑，所以我们就必须在这里面汲汲营营。然后追求了有一天不见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在这边辗转不得眠。这不是简单，这是痛苦。所以呢，老师说保有一颗简单的心。第4，天真办收圆。今天在道场里面办的是收圆三草普渡的工作。什么叫做收圆？是我们累劫以来功德的收圆、业力的收圆、德性的收圆、品格的收圆，等于是一张大大的考试卷。前半年没有去入班了，后来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临时单位开了这个青上教育班，前看到了后学，非常的高兴，抱住了后学，好久没有看到你了哦。后学也非常的高兴。那么呢，后学就问前说：“前慈悲，半年没有来佛堂了，你最近在家里面好不好啊？健不健康啊？”好，他说：“淑美你都不知道，我这半年没有来佛堂啊，我非常的怪怪的，不舒服。”好想要来佛堂，可是人家不让我来。我说为什么你会怪怪的不舒服？他说我不知道，我几10年每个礼拜都来佛堂入班，那不然也来佛堂打扫当义工啊，这样我不能来，我很痛苦哎。我说那你是不是被佛堂绑住了？
被佛堂执着了，被佛堂这两个字障碍了。佛堂是补习班，佛堂不是考场。来佛堂是来预习、复习、练习的。佛堂里面没有考试卷，收员也不是在这里收员，因为没有人会给你考验。我们的典禅师、我们的领任、我们的前贤大德、我们的超持都非常的慈悲啊，温良恭俭让，把我们疼的跟什么一样，根本不可能给我们什么考验。真正考验的是离开佛堂那张考试卷，比较大张啊，是不是？家庭、健康、工作、朋友、夫妻关系，这才是我们的考试卷啊！你怎么会不自在？你还在你家考试，为什么会不自在呢？我们有没有被制约？我们有没有被制约、被绑住了？我们来思考看看。所以呢，《论语为政篇》里面谈到：“诗300，一言以蔽之，诗无邪。”保有自己每一个念头，或许一直强调的那个中心点，那个射箭的中心点是唯一目标。我们唯有从外围不断的精进，在学修讲办的过程之中，越来越接近，越来越接近这个目标，那个才是我们的重点。《诗经》305篇里面，孔子说，每一篇都是合情、合机、合理，每一篇都是真情的流露。我们《诗经》有没有读过啊？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然后嘞，窈窕淑女怎样？君子好逑。求之不得，睡不着觉，晚上睡不着觉，想要弹琴让他快乐，想要打鼓让他欢喜，有没有很自然的流露？他后面有没有准备一把刀呢？有没有变成恐怖情人呢？爱不到你，然后点点点，有没有这样？没有。发乎情，止乎礼，思无邪。甚至于呢，有一篇更有趣，他说：“你丢一颗木瓜给我，我还你一块玉佩。”有没有？投桃报李是不是？还是受人点滴，涌泉以报？他表达他的感恩之心、欢喜之心。这么好，一颗木瓜换一个价值连城的玉佩。还有一篇呢，因为在暴政之下，他快受不了了，他不敢骂自己的政府，所以他写了一篇诗，叫做《硕鼠》。大老鼠，大老鼠，你不要吃我的米，不要吃我的谷，我养你3年了，你再吃我的东西，我就要搬家了。把政府比喻成大老鼠，写了一篇叫《硕鼠》，硕鼠。每一篇在翻的过程都觉得有趣，都觉得可爱，都觉得天真，真情的流露，没有一点点让你不舒服，这就是思无邪。各位同修大德，我们在道场里面有没有让人家觉得不舒服啊？那我们怎么办收缘？我们自己的缘都收不了，我们怎么去收？跟着老师去收我们所有有缘兄弟姐妹一起，大家一起能够共办的这个缘分啊！自己都降服不了自己啦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告诉自己，现在这个关卡是一个升降的关卡，要上升，要下坠，只要1秒钟；要天堂，要地狱，也只要1秒钟。甚至于一刹那的时间而已。问问我们自己，当我们来佛堂，我们用的是天心还是人心？如果是天心，像仙翁所说的，佛堂里面1个人是1个人，100个人还是1个人，1000个人还是1个人，因为同心同德，不分彼此。今天是我们信义单位来服务这项工作。那我们不是信义单位的同修，我们看到地上有一张垃圾，椅子没有排正，我们需不需要把我们的手伸出来？信义单位不管有200人、300人、500人，但是就是一个同心同德的分子，那我们自己才能够这样子一点一滴的降服我们心中的零零角角，天真半收缘。师尊老大人他曾经慈悲这一段文字，他说：明明白白的立愿，明明白白的立愿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我们都是乘愿而来的。我们在天上跟仙佛自己立愿下来的。后学曾经听过我们崇辉理论讲过的一篇
一堂课。从为理论他说，我们每一位来佛堂的佛弟子，每一位在佛堂出生的小孩子，都是五方列仙下天宫，都是上天所安排来这里的。各位相不相信？你看这么小的孩子，像我们灵任的孩子啊，或者是我们很多同学的孩子，来到佛堂乖乖的坐好，1个小时、2个小时、3个小时。这个如果不是前世有修，他坐不住的，他没办法安住身心在这里。那么上天也慈悲，派了诸佛神真一起来护持我们，知道我们还有很多愚昧不足的地方，所以派了很多我们的第2代、第3代乃至于第4代一起来共办圣业。各位同修，这里很多是道场的第2代、第3代、第4代。我们以为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认识了谁，就是爸爸是谁，就是奶奶是谁，爷爷是谁，我们就坐在这里了吗？没有，我们自己跟上天说我要来帮办的，我们自己跟上天立愿的，我们自己愿意下来护持这个普度三草的工作，所以绝对不要放弃自己，把我们自己的那一点永恒之光，把我们自己的那点价值找出来。后学知道，现在的年轻伙伴们，因为生活上、工作上，包括说经济的压力，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。但是不管在怎样努力的空间，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见道成道，能够保有你自己。就像后学常常跟同修分享的，你去学校读书会认识好朋友，有缘的讲道理给他，跟他听，跟他分享，把一个负面能量的同修变成正面能量的好朋友，哎呀，功德一件。真正的度人，不是把他带来佛堂跪在那里叫度人，是在我们的每一个念头里面，我们都怀着感恩的心、慈悲的心来帮助身边所有的人事物。就像我们美香理论讲的，我们一个吸管、一张纸屑、一个徒手的垃圾，我们已经救了这个世界上千万的物种，已经救了无数千万的人的化身，那是不是功德一件？是。所以我们必须理解，我们要积极实践，踏实的修办，圆满众数缘，把我们身边一切的众因缘都能够圆满，天涯道成万国收圆。师徒共愿，真心无为奉献，唯有这一点真，就像